台湾的公益团体自律联盟今仔日公布调查，讲这2年因为疫情关系，有超过8成的人会伫咧线顶捐钱做善事，其中信用卡是上侪人使用方式，那第二坎是手机啊支付。自律团体也呼吁大家伫咧捐钱进前呢，就要详细了解公益团体所提供的资讯，千万唔通去互骗去。 疫情之下，真侪代志拢改做伫线顶解决，就连捐钱做善事，嘛会当透过电子产品，用信用卡也是 QR code 来进行。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公布调查，这2年来，民众渐渐改变捐钱的方式，有超过8成的人会伫线顶捐款做善事。大部分的捐款人其实已经到8成以上都会使用所谓的线上的捐款的模式。那特别是在这2年的比较，我们特别看见就是手机支付这件事情的捐款比例大幅的成长，从2020年是11.2%，一直成长到今年已经变成是28.7%的这样的状态。台湾公益团体自律联盟表示，伫线顶捐款的人有82.7%拢是用信用卡，过来有28.7%是用手机啊支付工具，上尾是有22.7%的人透过线顶的邮局也是银行过数。不过因为一寡捐款平台的系统无够密集，有1/4的公益团体去互网络诈骗集团利用。自律联盟建立好事大平台，提供民众正确的捐款资讯，唔通互爱心走入去别人的落地啊。我们就提供分类，还有各种的这些不同的这些服务方面的资讯。好事大平台，我们希望是成为一个台湾公益组织的一个资料库，长期也可以查证，也可以研究，那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。自律联盟呼吁民众伫网络捐钱唔通匆忙，应该选择家己熟悉的议题，主动了解公益团体的工作报告。若真有疑义，一定要参考有公信力的单位所提供的资料。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。